迎大家收睇10月2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快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凱欣。美匯指數9月走勢反覆，聯儲局恢復減息，但主席鮑威爾對通脹前景睇法維持謹慎，支持美匯收復月初部分跌幅。主要非美元貨幣個別發展，紐西蘭經濟轉弱並有機會再減息，紐元跑輸主要貨幣。歐美貨幣政策有望進一步分化，支持歐元靠穩，瑞郎亦都向好。隨住聯儲局預料逐步減息，而英國有機會減慢減息步伐，中短線有機會支持英鎊表現。英倫銀行9月維持利率不變，行長貝利話減息嘅時機及規模比起8月更加不確定。加上英國通脹仍然頑固，或者支持英國利率維持相對較高嘅水平。英鎊對美元中短線阻力位係7月高位1.379。如果美元繼續回升，加上英國公共財政問題嘅憂慮重現，英鎊對美元唔排除回落至8月低位1.314。要注意近期英國赤字情況有惡化跡象，若果長線債息回升，可能限制英鎊上升空間。